Hello，大家好，我係 Dallas，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點樣利用一條橡筋帶去做翻我哋膊頭兩邊肌肉訓練，強化翻我哋三角肌嘅力量，減少甩臼嘅情況。而家示範下，我哋將條帶放喺地面，一隻腳踩住佢嘅中間位，另外一邊腳攬過呢條帶搭喺前面，吸氣企直嘅人先。咁呢個時候，我哋雙手舉高向上，咁留意翻上臂係要同個膊頭成為一個水平面啦，前臂係要垂直於我哋嘅膊頭同埋上臂嘅。另外一點要留意翻嘅就係我哋嘅手腕，唔好俾個帶拉歪啦，盡量放鬆嘅手腕嘅。膊頭亦都要放鬆啦。吸啖氣，曲前膝。呼氣嘅時候，我哋慢慢舉手向天，大概用5至10秒，將整對手舉直向天。吸翻啖氣，呼氣，亦都係用5至10秒，均速咁樣落嚟，落到個上臂同個膊頭成為一個平面。我而家側身做多一次示範俾大家睇下，檢查咗個手嘅位置啱先，企直曲前膝。呼氣嘅時候，慢慢手舉向天，伸晒向天之後，吸翻啖氣，呼氣，再均速落嚟。好，落晒嚟之後，亦都檢查下隻手係咪呈響正確嘅位置啦。同樣嘅動作，我哋建議每一次做6至8下啦。咁如果可以做得到有3組就更加理想啦。強化翻我哋膊頭兩邊嘅三角肌，除咗可以話減少甩臼嘅情況之外，亦都可以加強我哋膊頭嘅力量。當我哋攞重嘢嘅時候，減少縮膊嘅情況，可以避免我哋肩頸痛嘅出現嘅。咁大家有時間嘅話，不妨多啲做呢類嘅訓練。今日嘅分享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個其他嘅動作。拜拜。